对，最后修习上师的一心，从这里开始是不是？是。上次的那个我们讲到这个位置嘛，今天从这里开始是不是？那我们怎么样的去学习上师的一心呢？然后是对上师圣者的一切行为善加观察之后，那么在观察上师的部分，也不光是说这个上师有没有什么过错的地方。这个上师有没有什么不如法的地方？当然，你一开始认识上师，想要找一个上师的时候，观察主要就是看，那么这个上师有没有什么不如法的地方？而且呢，就是也不一定会碰到要不就是对的上师，要不就是不对的上师这样。但是，一切上师都是，并不是说的所有的人都会赞同一个上师的功德的，因为就是每一个众生的因缘不同，每一个众生的因缘不同的这种原因来说到，就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也不同，各种各样的想法也不同。但是我们就是要观察的时候，就是看这位上师，他如果你就先不看他是不是一个不如法，或者是不是一个假的上师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如果是一个真的上师，那也是看你是否能够可以在跟他修行的情况下，有一些我的因缘，我的这种想法当中，能不能够可以再利益到我，这些都是要看。看了以后呢，就是你确定了跟这位上师以后也是一样的，那么就是要好好的观察上师的异性怎么说呢？善加的怎么说呢？观察之后，自己也是全部按照那样去修持，依教奉行。那么就是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是要看到，就比如说如此平常上师怎么去修持，那自己也是不是说一个一个的，就是在法座上将下来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记下来。那么平常的这些就是不用去观察，不用去学习，这些也是不对的。平常的呢，就是做任何的方面都是要去善加的这个观察，然后好好的去学习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观察是不是为了要能够可以在要离开的一种这样的心，为了要更加的修持，更加的亲近，所以要看上师平常有什么样子的想法。就是一个弟子来说的，能够可以抓到上师的心，这个是很重要。能够抓到上师的心是什么意思？那么并不是说是我就勾引上师，然后呢就欺骗上师让他听我的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上师有什么样子的想法，上师愿意做什么，然后就什么样子的一个异性，这个我就知道了以后，这就是抓到了上师的心。那么自己去以这样去做，这样去行持的时候呢，你不违反上师的这种怎么说呢，依教。所以就这边就是叫依教奉行。依教奉行的时候就必须得要这样，并不刚是说教给你们一个依轨念，那你就这个就是上师我这样教了，我也这样念。当然这也是对，但是不刚是这样的。所有的在这个一生当中的一切的异性，都是一定要也一直上师要跟着上师学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一切事情什么？即模仿。以模仿你世间俗语中也说，一切事情以模仿，模仿之中能生巧。即模仿，总之修行之也是模仿往昔诸佛子行为。弟子一直上师也同样因审许上师的一切行为。所以这个意思来说的话，就是在我们从时间的俗语来说的话，就像藏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成语，一切就是上面有写嘛，一切事情与模仿。模仿当中呢，就是会有一些呢，就是更有窍诀，更有智慧。那么就是在模仿的时候，也许可能是比更好的得到更快的一些方式。
所以这个来说的话，就是学习也是模仿啊。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，就大家就是更就需要一个修行人来说的，更要模仿一切诸佛、一切菩萨、一切上师们的这个意行。自本作人着康中